大熊貓安安，1986年生於四川野外，活至35歲11個月，係最長壽嘅圈養雄性大熊貓。生前住喺香港海洋公園。安安有個兒子蓉蓉，經人工受精繁育出嚟。蓉蓉係安安唯一確定嘅孩子。蓉蓉嘅母親係善善，所以蓉蓉係瑩瑩嘅同母哥哥，係家姐細佬嘅舅父。蓉蓉先後出差至上海野生動物園、四川省嘅朗中熊貓樂園、山東濰坊金寶樂園、山東臨移動植物園。蓉蓉亦有參與大熊貓繁育計劃，熊貓中心有用蓉蓉嘅小蝌蚪為女熊做人工受精。蓉蓉係晴天嘅嫌疑爹之一，不過蓉蓉可能冇確定嘅子女，如有錯請指正。就喺佢父親安安去世嘅同一年，即係2022年，蓉蓉因心臟瓣膜血栓引起急性心臟衰竭，全力搶救無效離世，享年18歲，意味住安安家族好可能已經成為歷史。